當時，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，受魔鬼的試探。他禁食40晝夜，後來就餓了。那試探人的進前來，對他說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。耶穌卻回答說：經上記着說，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。魔鬼就帶他進了聖城，叫他站在殿頂上，對他說：你若是神的兒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主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。耶穌對他說：經上又記着說，不可試探主你的神。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，對他說：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。耶穌說：撒旦，退去吧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當拜主你的神，單要侍奉他。於是魔鬼離了耶穌，有天使來侍候他。馬太福音4章1至11節。